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今仔国民党的蒋万安是甲民间团体来进行社会主体交流。蒋万安嘛强调讲，未来继续来推动社会主体。无党这边黄珊珊今仔是去西湖市场，伊嘛针对要伫市场推动行动支付，搁再提出看法咯。民进党的陈时中今仔是体验是长者甲带路狗行伫路面的情况。 甲社会主体推动联盟徛做伙，找来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参联盟进行无公开的政策交流会，针对联盟诉求继续起社会主体，蒋万安承诺讲愿意推动以5万户作目标。伊进前也提出千人换居政策，安怎提升时代离开原有的工具，带入社会主体的意愿，也成做各界关心的议题。主动去媒合这些长辈，第一，我们并没有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未来这个环境对他们的生活是全面的提升。无党籍黄珊珊走访西湖市场，针对伊进前讲要伫市场推送行动支付，安怎互管是现金买卖的时代愿意使用？伊讲确实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在比如说他们有敬老卡，那敬老卡里面悠游卡的部分的增设，观念上面可能还是要让大家能够习惯，就是摊商要能够鼓励。所以之前我们有补助他们那个。 手续费啊，或再用什么优惠的方式，让他们愿意提供给民众。民进党陈时中同时间嘛体验车卖人士平常时互带路狗引导行动的感觉。陈时中讲，透过体验嘛知影伫车路顶也有真侪需要加强的所在。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好，那身心障碍的朋友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好，那怎么样善待导盲犬就能够加惠在我们身心障碍有视障的人的身上？针对进前，陈时中为家己的防疫成绩拍85分以上的分数，黄珊珊讲，防疫是全台人民的功劳，不是一个人家己的。蒋万安讲，过去2年中央的防疫敢有关闭，人民拢信赖有素。陈时中表示，无希望选举加做喙烂战争。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